大家好，我哋係公益少年團嘅團員，我係4E 班陳力豪，我係4A 班李雲芳。今次嚟校園電視台係宣傳慈善花卉義賣。今年我哋同環保大使合作，栽種咗100盆金不換同薄荷，為公益金籌款。哇！啲薄荷葉好香啊，仲生得好高添。金不換啲葉都好大好綠啊！如果悉心栽培，一定會茁壯成長。咁就啱啦！大家可以喺今日派嘅家庭通訊認購盆栽，每盆賣30蚊。我哋義賣嘅錢會捐俾公益金，幫助有需要嘅人士。咁我今晚請家長幫我喺家庭通訊度認購1盆先，要記得為張學生證增值，因為善款要喺張學生證度扣。請大家多多支持。